哇！我今朝係6點鐘起身啊，瞓咗2-3個鐘嘅。咁咧就一早咧就同屋企人食完個早餐，咁跟住咧出嚟投票。投票氣氛啊，好坦然啊，就係因為大埔嘅大火事件啦。咁初初咧大家都係沉重嘅，咁但係後來啦，大家都明白議會係唔可以停頓噶嘛。其實好多個街坊或者網友咧都表示今次咧係會出嚟投票嘅。我最大嘅期望咧就係多做實事啦，多做一啲接地嘅事啦，尤其是輔助一啲青年人向上流啦。最近嘅大埔火災，咁大家都好唔開心嘅。咁我期望啦，議會一上任嘅時間，第一時間就要處理一啲改革嘅問題啦。第二，去協助災民嘅問題啦。第三，就係咧研究現行嘅法例，去堵塞未來嘅一啲風險。7點零鐘咯，收工食完早餐過嚟咯，為呢個區服務啦，同埋為香港市民爭取多啲福利咯，查出原因啊，同埋改善日後第時嗰啲搭棚啊嗰啲嘢。咁啊，今朝咧就7點半咧，同個仔落嚟，就諗住食完早餐嚟呢度投票嘅，期望都係幫到下，即係由大至細啦，幫到我哋啲市民啦，即係尤其是我哋啲老人家，好多時都唔識嘢啊，咁啊走上去嗰啲即係議員辦事處度咧，佢哋會幫我哋㗎。7點鐘食早餐，啱啱食完早餐過嚟，啱啱好。盡公民嘅責任啦，投我自己心目中嘅正確人選。好好啊，入到投票場，我覺得真係好神聖咯。請佢哋當選咗之後，要盡所能、盡所知、盡所學，服務社會。